Livent 致力追求進步，不斷將蘇跑改良，結合用戶體驗，徹底重整咗電動蘇跑嘅質料、工藝、構造，打造如手動蘇跑一樣輕盈貼面，成就 Livent T1 Pro 誕生。前傾15度嘅刀頭，俾你喺剃鬚嘅時候更加輕鬆精準捕捉鬚根，手感對剃鬚體驗相當重要。航空級鋁合金打造一體化 CNC 無縫機身，壓感按鍵配合線性震動摩打，令按鍵感更加清晰。要喺如此超薄嘅機身上產生強勁嘅切割動力。Livent 研發咗更高效嘅直線摩打，摩打融入咗多項創新設計，大幅提升摩打效能。全金屬質地令摩打持久耐用，配合吸震器能夠吸收摩打震動，有效降低震感。同時配備 PID 動態補償技術，智能感應鬍鬚變化，精準剃鬚不扯鬚，打造咗更精準嘅切剃系統。創新弧頂設計，提升表面接觸面積。喺55微米嘅刀網上打造出圓滑網孔，緊貼鬚根，親膚貼面。採用鋒利銳角內刀刃，乾淨利落，不易扯鬚。高密度電池，一次充電可用120分鐘。IPX7 級防水，乾濕可剃，輕鬆沖洗，輕巧美觀時尚，結合科技與美學。Livent T1 Pro 超高速電蘇跑。